时候是戒严时期，欲望成果差一点点就演不出来。他就跟我讲说，你们这个剧名就不可能通过了。所以剧本是那个李惠明，他的定名啊，当时就是篡位的篡。那你想想看，在那个时代根本就不可能演出啊！而且我在文化有一个国文老师啊，叫杨向石，他就跟我讲说，这个剧名就不可能通过了啊！因为我就知道说，哦，原来他是评审之一。你知道最后啊，那个马克白要上城楼要被乱箭射死之前，我有一个大段的独白，那一段的台词就是故意的啊，就是杨老师啊。我实在想不出这段台词怎么写啊，你可不可以帮我写一下？哎呀，他大文学家，他就觉得啊没问题，爸，你去看那段台词特别的好。然后一写完以后，他说你必须把这个名字改掉，我们就会回去研究。就最后就决定是欲望成果，一过去通过了。